受到一股東北季候風同位於南海北部嘅熱帶氣旋海棠嘅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頗大同有雨。喺凌晨2點，強烈熱帶風暴納沙集嘅馬尼拉以東大約74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同時，熱帶風暴海棠集喺西沙西北偏西大約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吹強風。天氣概況：受一股東北季候風同熱帶風暴海棠嘅共同影響下，華南沿岸海域風勢頗大。喺凌晨3點，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北緯17.0度、東經111.8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海棠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同時，強烈熱帶風暴納沙集結喺北緯15.3度、東經127.3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10公里，預料納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偏東風6級，能見度9公里；西沙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18公里。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吹強風。天氣概況：受到一股東北季候風同埋熱帶風暴海棠嘅共同影響之下，華南沿岸海域風勢頗大。喺上晝5點，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北緯17度、東經111.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海棠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同時，強烈熱帶風暴納沙集結喺北緯15.3度、東經127.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10公里，預料納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有幾陣雨，海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7至8級，稍後吹旋風7至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西部初時吹旋風7至8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6級，能見度10公里；西沙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18公里。天氣概況：受一股東北季候風同位於南海北部嘅熱帶氣旋海棠嘅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頗大同有雨。強烈熱帶風暴納沙已經增強成為颱風，喺早上6點，納沙集結馬尼拉以東大約63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同時，熱帶風暴海棠集結西沙西南偏西大約7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受到一股東北季候風同埋位於南海北部嘅熱帶氣旋海棠嘅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頗大同埋有雨。喺朝早8點，颱風納沙集結喺馬尼拉以東約61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同時，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西沙西北偏西約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海南島以南海域。預測本港地區今日多雲有幾陣雨，最高氣溫28度，吹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海域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稍為緩和。本周後期風勢會再度增強，同埋有驟雨。而家氣溫26度，相對濕度79%。受到一股東北季候風同埋位於南海北部嘅熱帶氣旋海棠嘅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頗大同埋有雨。
喺上晝10點，颱風納沙集結喺馬尼拉以東約53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同時，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西沙以西約1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受一股東北季候風同埋位於南海北部嘅熱帶氣旋海棠嘅共同影響，華南沿岸風勢頗大。預料現時位於西北太平洋嘅熱帶氣旋納沙會喺本週中期開始影響華南沿岸。喺正午12點，颱風納沙集結喺馬尼拉以東約46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同時，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西沙西南偏西約1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嘅海域。預測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會係大致多雲，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吹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海域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緩和。本週後期風勢頗大，同埋會有狂風驟雨。而家氣溫30度，相對濕度67%。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烈風。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喺正午12點，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北緯16.5度、東經110.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嘅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嘅海域。同時，颱風納沙集結喺北緯15.3度、東經125.2度附近。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20公里。預料納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初時7級，初時有1兩陣雨，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7至8級。稍後轉吹東至東南風6至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東部達到8級，西部稍後轉吹北至西北風6至7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6級，能見度13公里；西沙吹南風4級，能見度30公里。隨住位於西沙附近嘅熱帶風暴海棠向西移動，華南沿岸地區風勢正逐漸緩和。喺下晝4點，颱風納沙集結喺馬尼拉東北偏東大約42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呂宋，並且會喺本週中期開始影響華南沿岸。同時，海棠集結喺西沙西南偏西大約18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嘅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晚間最低氣溫大約26度。聽日日間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三，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風勢頗大，同埋有狂風驟雨。而家氣溫28度，相對濕度79%。隨住位於西沙附近嘅熱帶風暴海棠向西移動，華南沿岸地區風勢正逐漸緩和。喺下晝8點，颱風納沙集結喺馬尼拉嘅東北偏東，大約係360公里，預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移向呂宋，並會喺今個星期嘅中期開始影響華南沿岸。同時，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西沙以西，大約係2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喺下晝7點，熱帶風暴海棠集結喺北緯16.5度、東經110.3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65公里。預料海棠向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橫過海南島以南海域。同時，颱風納沙集結喺北緯15.7度、東經124.3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130公里。預料納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移向呂宋。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東部達8級，西部稍後轉吹北至西北風6至7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